評判、各位來賓、各位同學午安，歡迎參加由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辦，教育局高等教育院校憲法及基本法推廣資助計劃贊助第25屆基本法。今場比賽嘅辯題係科創產業應成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核心方向。正方對賽隊伍為正方香港科技大學，反方香港樹仁大學。接住落嚟為大家介紹今日嘅評判，分別有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副主任何偉明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導師阮偉傑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朱國榮先生。好多謝各位評判今日撥用出席擔任呢場比賽嘅評判。接住落嚟係對賽雙方名單。正方主辯沈樂穎同學，第一副辯伍文放同學，第二副辯梁慧儀同學，結辯潘康彤同學，反方主辯霍可盈同學，第一副辯謝曉瑩同學，第二副辯陳柏浩同學，結辯李子欣同學。以下係比賽規則。比賽進行時，嚴禁台上辯論員與台下隊員以文字、圖片或語言進行任何形式嘅溝通，違者可以被取消資格。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為人名及書名可以使用外語。任何台上或台下發言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誹謗。各辯論員須於計時員鳴鐘後才可以開始發言。各辯論員發言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在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按鐘2下。示意辯論員須盡快總結其演辯詞。在法定時間終止後15秒時，計時員會連續按鐘3下，而該辯論員將會被扣分。扣分制如下：法定發言時間終止15秒過後，每過5秒，每位評判將於該辯論員所得分數扣除5分，如此類推，不足5秒亦當5秒計算。計時員有責任確保計時及鳴鐘準確，為計時員有所失誤時，一經發現後應即時請示評判，評判必須集體決定是否補足時間或自行調整分數。請問雙方對賽規係咪有疑問？接落嚟係試咪環節，試咪嘅先後次序將按照出場次序，有請正方主辯。試咪，我科謹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多謝各位評判參與今次嘅比賽，進行評分工作，同時亦都多謝賽會俾咗一個平台我哋去切磋辯機，同時亦都要多謝香港大學提供一個咁舒適嘅場地俾我哋進行比賽。最後想多謝友方香港樹仁大學喺過去呢幾個禮拜同我哋一齊準備辯論，希望可以有一個精彩嘅表現。多謝各位。有請反方主辯。試咪。評判主席仲有各位大家好，首先我謹代表我方香港樹仁大學感謝3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撥用出席並擔任是次比賽工作，
亦都好感謝賽會準備咗一個咁舒適嘅場地俾我哋雙方喺度安心作賽。亦要感謝友方香港科技大學喺過去呢一個月以嚟同我方一樣努力咁準備比賽喺度切磋變機。最後唔知在座各位有冇睇過《墨魚遊戲2》呢套節目呢？呢套節目裏面呢，集齊咗香港老中青三代嘅演藝界嘅藝員。我睇到嗰陣咧好震撼，但我覺得咧其實辯論隊同呢個節目好相似，同樣地有一班經驗老道嘅前輩師兄姐，有作為中流砥柱嘅舊隊員，亦都有一班新血作為新人加入嘅 freshman。所以喺借呢個機會咧，都想感謝師兄姐過去對我哋嘅幫助，感謝我班以前舊嘅隊友咧，一直到而家嘅陪伴，亦想祝願咧新隊友無論台上台下嘅新隊友也好，喺接落嚟嘅一年裏面咧，可以喺唔同嘅比賽同活動當中揾到辯論嘅快樂，更加中意辯論隊呢個地方，更加中意辯論呢一個活動。多謝。正方第一副辯。是咪？主席、評判，仲有各位，大家好。不經不覺又係新嘅一年，新嘅開始。今場都係我同科大粵辯一齊打嘅第一場比賽。不經不覺都打咗有4-5年辯論啦，都有問過自己到底點解到咗今日依然會企上呢個台打呢場比賽？點解會堅持辯論？因為我相信在座各位都知道打辯論係一件好辛苦嘅事，甚至可能評判要喺星期日特登抽時間出嚟都係一件好辛苦嘅事，但係都依然選擇咁做。點解呢？我覺得離不開2隻字，就係執着。可以係對於你嘅隊友有一份執着，對於你打辯論嘅自身嘅要求有一份執着，對於甚至再大啲嘅，對於一啲嘅時事、一啲嘅議題有一份執着。但係無論如何，你嘅執着係乜嘢都好，都希望大家繼續堅持呢一份執着。係啦，越難辯越要辯。多謝各位。有請反方第一副辯。是咪？各位評判，在各位大家好。其實每次企上呢個台板呢，都好多人想多謝。除咗要多謝我班隊友喺一年咁多日嘅準備時間俾我嘅無限鼓勵同埋包容，亦要多謝今日2位嘅特別嘉賓，就係陪住我由啟蒙到而家喺辯論途上行咗咁耐嘅2位伙伴，特登抽時間過嚟支持我呢場比賽。嗱，以前呢，就係我哋一齊過五關斬六將，而家亦都輪到佢哋呢喺台下一齊見證我嘅成長。好感恩人生每個咁重要嘅階段都有大家陪住我。好多謝2位咁重要嘅觀眾呢，喺去隔離睇你教練打辯論同嚟我呢邊睇我打辯論之間呢，揀咗嚟我呢邊。不過都唔需要有遺憾嘅，相信不久嘅將來都會俾一個機會俾你哋見到我哋兩邊同台競技。最多亦祝今日對賽雙方有一場精彩嘅辯論賽。多謝各位。有請正方第二副辯。是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企喺呢個台上呢，去到呢一刻，我都有啲緊張，因為中學嘅辯論其實同大專辯論係有好大嘅分別。而喺我過去1年參加大專辯論嘅經驗，話俾我聽，原來我嘅能力，無論係喺對辯題嘅理解、對辯題背後嘅嗰種深度，其實我都係做得唔夠。包括可能喺辯技上嘅技巧，喺唔同隊友嘅合作上，喺回應對手論點嘅時候，都有各方面唔同大細嘅問題。所以呢一刻我問自己，我好似已經開始忘記咗中學好中意打辯論嘅嗰種感覺，開始忘記咗點樣可以做一個好好嘅表達者。所以希望我今年可以摸索到一個新嘅感覺，可以喺辯論台上有一個新嘅得着。多謝各位。有請反方第二副辯。是咪？3位評判，現場有乜觀眾大家好。
適逢辯論開季，由方兩位副辯咧就開始諗辯論嘅意義或者辯論點解想繼續堅持辯論。咁最近我咧就開始諗緊辯論呢隻字。咁辯論嘅辯字啦，伸延伸，講緊嘅咧係辯論員好辛苦。咁我中學嘅時候都覺得係啦，就係講緊辯論員好辛苦要準備辯論啊嘛。但係最近我發現原來辯論嘅伸字咧，講緊嘅唔係單止係辯論員好辛苦，係講緊參與辯論嘅所有人都好辛苦。其實呢場比賽咧本身應該喺2個禮拜前咧去舉辦，但因為可能就係場地或者評判上嘅問題，最後咧就延期到今日去舉辦。咁所以可以見到嘅就係舉辦一場辯論比賽，天時地利人和個個都好需要，或者係好難先至能夠可以湊齊到都好辛苦。所以喺呢度咧想先多謝賽會，多謝賽會令到我哋呢班大專辯論員能夠有一個舞台喺度盡情辯論。多謝各位觀眾，若然你哋唔過嚟睇我哋比賽，我哋嘅表現永遠都唔能夠被看見、被聽見。多謝評判，若然冇你哋嘅話，我哋都唔能夠可以喺切磋完辯記之後有所提升。多謝友方，若然冇友方嘅話，今日辯論咧其實都冇意義，因為冇人同我哋思維碰撞。最後咧，想多謝辯論，多謝辯論咧能夠令到我又或者所有辯論員都好，能夠企喺一個台板能夠發光發熱。最後多謝辯論，多謝各位。現在請反方結辯。是咪是咪？評判在各位大家好，先講聲唔好意思先，因為咧最近可能咧忙於準備辯論啊，隻眼咧有少少唔舒服，可能陣間有少少咧唔尋常嘅眨眼動作咧，唔代表住我唔尊重呢個場合，而係咧眼睛真係有啲唔舒服，先講聲對唔住。係啊，正如大家所講咧，辯論唔容易，但係咧唔容易得嚟咧，仲有今日呢場比賽，大家咧仲坐喺度，正正因為咧辯論帶俾我哋嘅咧係其他嘢取代唔到嘅，可能咧係一啲思維上面嘅碰撞，唔同嘅新嘅感覺。可能係快樂，所以咧去到最後咧，希望大家咧記住呢種感覺，唔好咧令到佢磨滅你對辯論嘅愛。希望一陣間可以上演一場精彩嘅辯論比賽。多謝各位。有請正方結辯。是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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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各位大家好，作為辯論員，唔知大家有冇經歷過一個階段，就係屋企人或者身邊嘅人都唔係好理解你做緊啲乜嘢，唔係好知咩叫辯論。喺我身上呢，我早排同隊友一齊 prep 嗰陣呢 prep 到有啲夜。第二日呢，起身嗰陣見到婆婆，佢問我：阿孫啊，你喺學校玩嗰個急口令學會係做啲乜嘢㗎？我同婆婆講話：我唔係玩急口令，我係玩辯論。咁可能對於一個70幾歲嘅老人家嚟講，要去理解咩係辯論唔係咁容易，所以我都更加想藉呢個機會同可能鏡頭後邊睇緊呢條片嘅屋企人講，我唔係玩急口令，我打嘅係辯論，我中意嘅係辯論。多謝各位。比賽正式開始，首先有請正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是咪是咪？主席、評判、友方台在座各位大家好。要了解辯題，先了解以下2個概念。第一，香港經濟發展困局。現時香港核心產業面臨發展困境，停滯不前。港物流業理工大學研究報告指出，內地港口喺貨物吞吐量、航線密度、基建等等發展迅速，令香港嘅貨櫃裝卸量全球排名由第3跌到第13位。港旅遊業訪港內地旅客大減3成，旅客消費力相比10年前減少2成。港地產業2025年一手私樓潛在供應比去年同期增加2成，但係新盤成交量下降1成半，反映樓市供應大增，但係需求疲弱。面對現況，樹仁經濟學系助理教授袁偉基博士直言，傳統核心產業面臨住結構性嘅衰退，香港有必要尋找突破，推動經濟轉型。
第二，香港創科發展及定位。國家十四五規劃將香港定位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23年嘅政府推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當中定明4大發展方向，包括推動數字經濟、培育人才、完善高端創科生態以及打通國際創科合作。要核心發展創科，就要喺呢4大方面走得更遠，配合國家政策，發揮香港獨特嘅定位。以前香港由小漁村憑住4大工業成為世界工廠，就算面對工廠不遷、製造業式微，都能夠找緊改革開放嘅機遇，大力發展服務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嘅成功從來都唔係偶然，而係每一次危機中敢於求變。所以要衡量辯題，就要視乎創科產業作為核心發展方向之一，能否突破現時香港經濟面對嘅產業困境，為下一個10年做好準備。我方支持辯題，原因有二：第一，把握優勢推動經濟。過去10年，香港科創發展迅速，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今年發布嘅全球創新指數，香港排名由全球第15，僅次於日本等嘅發達國家。人才方面，香港係有超過1500位學者入選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名單，擁有43000位全職研發人員，擁有全球最頂尖嘅科研能力。研發產出方面，通過深圳、香港、廣州創科集群緊密合作，發表超過20萬篇科學論文，申請15000個專屬於香港嘅創科專利，成為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評定全球第一創科集群。產業應用方面，香港有超過16000間創科公司成立，孵化超過20間過百億港元嘅創科獨角獸，涉獵無人機、醫療科技、人工智能等等嘅行業應用。英國顧問公司 Access Partnership 預計，香港創科企業將會喺2030年創造2874億港元嘅經濟收益，可見創科產業擁有發展潛力同埋優勢，能夠轉化成為實質經濟效益。第二，協同效應。產業升級，創科帶嚟嘅成果，同時可以促進其他嘅產業發展。例如 Lalamove 透過數據化平台，將平均送貨時間減少2成，滿足超過10萬個中小企嘅物流需求。WeLab 透過 AI 同埋大數據技術，將貸款審批由1星期變咗30秒，貸款嘅違約率降低1/5，信貸回收率提高1成。所以財富局嘅局長許正宇表示，10年內金融科技可以額外創造超過6060億美元嘅收入，年均增值高達2成。難怪香港金融發展局時任主席史美倫都直言，香港要開拓金融科技、金融業先可以更進一步。透過協同效應，創科可以將原有嘅傳統產業優勢更上一層樓，促成產業升級。最後想問友方啦，當香港面臨經濟發展嘅樽頸，唔去核心發展創科產業，究竟友方想要發展啲乜嘢產業去突破困境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02秒，冇超時無需扣分。依家有請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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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友方最後問呢，唔做科創仲有咩方法可以幫助到打破而家嘅困局、而家嘅瓶頸？但今日唔係比較咩方法做到好啲，而今日友方要做嘅係論證你個科創做唔做得到啊嘛。今日就算我方舉出一個好好嘅反方案都好，今日你個方案做唔到呢，你方案做唔到呢，都論證唔到辯題嘅，所以今日友方要論證你嘅方案嘅成效有幾多。所以今日咧，我哋不妨從3條問題去睇一睇友方嘅主線。第一，方案細節係咩？今日政府咧原來已經俾咗2000億喺科創上面做投資，有咁友方咧預計未來會再用多幾多資源，有咩配套措施，有咩相關制度咧？主辯通通都冇講過，所以到底未來要點做，要使多幾多錢？煩請友方一副出嚟交代清楚。第二，成為核心發展方向嘅標準係乜嘢？核心發展方向係指發展嘅中心，所有資源會傾斜向嘅重心。所以今日唔係討論緊發唔發展科創，而係友方要解釋點解要分配更多嘅資源去俾佢發展。你期望佢做啲咩成果出嚟呢？睇翻過去，政府視為核心嘅產業咧，往往都係最賺錢、最優勢，好似金融、旅遊、物流、專業服務4大經濟支柱。統計處23年最新數字同你講呢，原來佢哋合共佔本地生產總值57%咁
多，每年有近1.5萬億嘅增加價值，平均每個產業咧有成4000億嘅收入，而且年年都有2.3%嘅升幅，唔明點解係友方口中所講嘅放緩或者做得唔好啦。所以咧做到核心發展方向咧，必然係有相應嘅貢獻咯。而科創又做唔做得到呢？當年發展科創係因為金融風暴之後，政府想發展多幾個產業去幫補，眼見外國做得成功，就覺得做科創有潛力，選定為6大嘅優勢產業之一。若果未來要成為核心發展方向，必然要負上比而家作為輔助更加大嘅責任，至少要做到友方口中所講嘅帶動嘅經濟支柱，支撐到經濟命脈。所以咧，去到第3個問題，就係咧今日要同樣都係今日衡量辯題嘅標準，就係咧科創產業做唔做到核心方向發展之下嘅新定位，友方口中所講嘅新動力、新嘅支柱。而我方見到並唔能夠。第一，環境唔適配，前景並唔明朗。發展科研同發展成為一個產業咧並唔相同嘅，因為發展科創產業咧要有土地、人才同資金。正如中量聯行研究部主管馬安平所講，香港遠遠咧唔夠鄰近嘅深圳去競爭。先睇土地，就算政府咧有劃地俾科創，但係租金仍然遠高於深圳。深圳灣科技生態園為例，租金咧低至3.9一尺。反觀香港最平嘅數碼港都要11蚊啊！所以咧中小企租唔起。而大企業咧都唔會揀你嘅時候，再睇人才。雖然有人才政策啦，先唔講當中有幾多係科創嘅人才，友方冇交代。更甚嘅係咧，以22年為例，科創人才咧流失率係高達30%，比起過往嘅1成半更加嚴重。想問下未來又留得住幾多人呢？最後咧係資金，香港商報指出，科創嘅市場投資咧係參與唔夠嘅，民間投資咧僅佔4成，遠低於深圳嘅9成。當而家咧都只係靠政府泵水嘅時候，點解未來又突然間多咗投資商呢？呢點友方要解釋。簡單總括咧，科創並冇友方講得咁理想、咁有未來。冇地、冇人、冇投資嘅時候，呢個產業又點樣發展呢？第二，科創成效不彰，將未來置於危險之中。科創作為一個高風險嘅行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都直言，科創產業咧10間得1-2間賺到錢，難怪去到23年嘅時候，香港科創嘅總研發開支咧係324億。然而，整個創新及科技產業為香港嘅本地生產總值僅帶嚟273億，連回本都做唔到，蝕咗足足52億啊！想問友方，幾時香港衰敗到咧要將一個賺唔到錢嘅行業放做經濟核心支柱呢？要放做經濟核心嘅發展方向呢？多謝各位。反方主辯用時為3分50秒，冇超時，無需扣分。依家有請正方第一副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嘅計時員示意。試咪，試咪，試咪，試咪。早大家好，今日問友方到底經濟困境要點樣解決？佢話其他產業做得唔好都唔緊要㗎，你個創科產業都做唔到啊嘛。咁到底喺友方眼中，你覺得未來香港嘅經濟發展係選擇唔發展啦，定係應該力謀出路去突破呢一個樽頸位呢？所以友方同我哋講話4大支柱冇放緩，但係現況見到係咩啊？物流業由全球第3跌到全球13，旅遊業由15點幾巴仙嘅總生產值跌到4點幾嘅時候，呢一個唔係樽頸，唔係困境，係乜嘢呢？所以友方你同我講話要發展翻4大支柱，你直接交代俾我聽，物流業貨運你係咪起大啲個碼頭，你就能夠解決到物流業嘅困境？你係咪講緊嗰個旅遊業，你做多啲嘢，俾多啲錢就能夠解決到困境？友方下個辯位直接交代。所以嚟到一副環節，其實友方立場呢3隻字：不理解。第一個不理解係咩啊？不理解創科產業。今日友方同你講話創科產業喺香港做得好差，睇睇現況先。論研發，香港係科研知識吸收同技術轉移方面嘅世界第5，世界數碼競爭力香港排全球第3。講緊應用啦，大疆嘅無人機可以取代人力去做送外賣，去做一啲精準嘅搜救行動，令到個效率更高。商湯科技香港嘅獨角獸嘅人工智能可以做到人臉識別，去提高公共安全，唔需要再靠傳統嘅人力巡邏。呢啲正科技創科產業帶嚟嘅收益嘅好處。資本化，香港首次募股咧就
吸引咗1071億嘅投資，全球第一，甚至講緊生物科技係全球第2大嘅集資公司。所以有科同我哋講話賺唔到錢，睇數字，預計去到2030年，香港創科企業可以創造到2874億嘅經濟收益。講緊金融科技方面嘅層面，可以做到6060億嘅經濟收益嘅時候，想問有科呢啲唔係香港嘅成績，唔係香港嘅優勢，點解唔係核心發展做好，繼續做好，而係選擇固步自封呢？所以第二有科同我哋講話香港冇地冇優勢，呢個正説穿呢，有科唔理解香港嘅現況。論土地，除咗數碼港、河套區87公頃地、北部都會區210公頃地，全部都已經規劃好做呢個新田科技城，用嚟做創科產業。講緊資金，政府話香港冇錢，但政府一早撥咗510億嘅資源去做呢個策略性創科基金、研發基金、共同投資基金等等。論人才，有科同我哋講話流失率低，所以政府而家已經有43000個全職嘅研發人員。講緊咧有高才通嘅計劃，甚至我哋會做好 STEM 教育去培育人才嘅時候，點解人才嘅問題解決唔到呢？所以當面對香港呢啲優勢嘅時候，點解有科要拱手相讓俾其他地方發展，而香港選擇固步自封呢？所以去到最後，有科唔理解嘅係香港未來嘅經濟發展要點行。今日金融業要進步，唔係起多個港交所就解決到問題，因為大和證券線上交易平台已經做到，所以所有嘅產業都要以創科作為核心去升級嘅時候，有科你點解決？多謝各位。正方第一負辯用時為3分08秒，冇超時，無需扣分。依家有請反方第一負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試咪。仲有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你講經濟好差，但如果今日經濟好差，我今日問你嘅唔係話你點樣救，你問你係點樣將科創作為核心嘅時候，你點樣憑一己之力救翻個經濟？有方需要交代清楚。而面對住我方今日見到23年9個選定產業嘅經濟收益，文化創業產業賺1345億排第一，醫療產業賺630億排第四，而科創只係賺273億，只係排倒數第3。如果呢個就係有方眼中我有潛力賺到錢啦，咁所以咧我咪見到就係今日有其他更加好嘅產業嘅時候，你必須要同我解釋點解今日係一定要揀科創作為一個核心，點解要揀一個倒數第3嘅唔賺錢嘅產業嚟作為一個核心經濟發展核心方向呢？而今日我唔係同友方講我哋唔做科創，而係同你講緊話，我哋今日點解要將佢放喺一個核心嗰度去賺咁多錢？因為今日你作為一個核心，固然係好多資源為你讓路，好多產業為你讓路嘅時候，你係肩負咗一個更加重要責任，所以你今日係賺多啲錢。而今日由頭到尾，友方都只係開張空頭支票同你講話，我哋未來賺到咁多㗎啦，可能6000幾億。但係你所講嘅6000幾係金融科技，你主要都係靠金融賺錢，而唔係同科創啊嘛。友方你要解釋翻同科創有咩關係咯？故此啦，咁我哋再嚟睇咯。今日我再嚟睇到底科創賺到底友方想要乜嘢咯？所以面對住咧，我方今日見到友方佢從來冇交代過位，而家科創賺幾錢唔緊要，我方幫你答。見到政府以往做科創燒咗2000億，但淨係睇18至23年咧就淨係蝕咗共214億，所以我見到而家都蝕緊嘅時候，你未來你同我講話賺到2900幾嘅時候，你係點樣做到咧？幾時做到咧？麻煩友方加翻個實際數字俾我聽。而友方今日同我哋講話咧，我哋人咧係我哋做完核心之後咧，我哋可能又吸到好多人才，有高才通，但錯。今日我哋見到係政府喺2年高才通嘅續簽率僅為54個巴仙，正就係因為今日香港生活成本太貴，人哋隔離深圳咧生活成本咧更加平，亦都做科創亦都更加抵嘅時候咧，我人才留唔住，所以友方你確保唔到佢哋留得低，亦都講唔到佢哋做到乜嘢經濟收益啊嘛。而友方今日又同佢講話，我哋有獨角獸產業係啦，今日咧原來香港咧獨角獸嘅企業咧走剩得翻5間，但係見到同期廣州咧原來係由10間飆到24間，呢個係23年嘅數字。故此我哋今日見到就係咩？人才全部走晒，根本就留唔到你喺香港做一個經濟收益啊嘛。故此啊，今日我哋見到就係我哋再嚟討論下今日科創對於香港嚟講係乜嘢嘅一個定位。今日見到科創佢嘅特性係乜嘢？佢投資周期長，佢嘅成功率好少。今日台灣矽谷創業科嘅企業嘅創辦人，佢個李色龍同你講咧，就我哋今日咧做創科咧係10間得1間成功，前5年嘅失敗率係有99個巴仙。原來你做100間得1間成功，仲要係我哋等5年先可能等到你可唔可以賺到咁多錢俾我哋啊？所以我哋今日嚟翻香港咯喎，咁我哋香港人咧乜嘢都求快，乜嘢都話我哋要有效率嘅時候啦，咁你仲可唔可以陪你等得起？就係等你試一
100次就為咗嗰一間呢，再嚟睇咯喎。我哋見到科創原來佢嘅成功率得咁低嘅時候，你去幫助到科創，你咪就要投入更加多嘅資源，等更加耐嘅時間，一間變10間，十間變20間。所以今日有方係需要搞落去清楚，你幾時可以交到個數字，幾時可以做到科創。多謝各位。反方一副用時為3分10秒，無超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正方二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成場最大嘅誤解就係對科創產業嘅誤解。佢覺得科創產業要發展呢，就一定會傷害到香港嘅其他產業發展。但係等陣先，我哋先睇翻其他產業。有方所講嘅嗰啲醫療產業點解可以有過千億嘅收益？講緊金融業點解可以有過千億嘅收益呢？其實正正就係靠港大去研發智能醫生，靠中大去研發一啲切腫瘤嘅手術機械人，應用落醫院度，為大家做手術，可以令到香港成個醫療體系更加進步，可以醫到更加多人嘅時候，呢啲收益由咩帶嚟呢？咪就係科創咯。所以去到最後啦，有方你要答我啊！如果你唔發展科創，你唔研究嗰部手術機械人，你搞物流，你唔研究嗰啲自動揀貨系統，你唔研究點樣用無人機送貨，你點樣可以去提升貨運，去提升醫療嘅效率，去提升成個產業嘅服務質素呢？所以去到最後啦，有方同我哋講唔係政府冇錢做啊嘛。但係等陣先，政府原來喺24年嘅施政報告一早講到明，將香港嘅創科列為核心發展嘅方針嘅其中一個其中一個計劃，正正就係去提供唔同嘅20億嘅科創科投基金，去提供科學園嘅第2期擴建計劃嘅時候。一啲資源明明都安排好，政府點會唔夠錢用呢？更加重要嘅係，有方成日話科創蝕錢啊，但係其實有方睇唔到嘅係今日講緊發展金融科技一個行業咋。有方以為係俾咗20億金融科技，所以咧金融業就會少咗20億，但係其實唔係咁樣啦，而係金融科技所發展嗰啲數據分析、嗰啲投資風險嘅規避系統，其實正正就係幫緊金融業點樣提升佢哋嘅一啲投資方案。點樣令到佢哋可以更好咁樣做風險評估嘅時候，所以我方主編咪講咗，原來發展金融科技係可以為香港帶嚟6060億嘅經濟收入咯。所以去到最後，香港有乜嘢優勢呢？有方成日話香港冇地冇錢冇人才嘅，但我方一副舉咗嘅例子，有方通通都唔聽。但係更加重要嘅係，而家呢個點解我方要強調呢一個機遇，強調未來呢？因為香港國家14.5規劃入邊提到呢。原來無論有方話深圳同香港競爭會打唔贏深圳，但係其實唔係啊，因為深圳嘅地、深圳嘅人力成本更加平，佢可以為香港提供成套生產鏈啊。而香港嘅優勢在於咩呢？我哋有國際嘅投資啦，我哋有國際級嘅人才，因為香港係唯一一個城市會有5間世界過百強嘅大學啊嘛。我哋嗰啲人才，我哋嗰啲學術資源，所以令到我哋嘅創科有獨特嘅優勢咯。足足有70%嘅科研成果係原來係得到國際嘅卓越標準嘅時候，所以今日我哋強強聯手一齊合作共贏，點解反而有方唔夠膽做呢？多謝各位。正方二副用時為3分05秒，冇超時無需扣分。依家有請反方第2副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科技令人類改變世界，第一方誤以為香港需要用科創去改變時勢。各位評判、現場咁多觀眾，大家好。今日我哋講到科創呢，必然會諗到唔同嘅虛擬技術，例如人工智能，例如係啲虛擬實境。但好抱歉，有方今日4位辯論員，正正就好似佢推崇嘅創科一樣，都係虛擬，都係冇實際，都係冇結論咯。所以嚟到二副，不妨從2個層面去梳理一場比賽。第一，香港現時創科發展嘅成果，面對住我方主辯所講，現時創科蝕錢蝕咗50億喎，有方冇反對過，就同大家講喂，唔係喎，未來呢有機會可以賺到2000幾億，但係個問題2000幾億
點樣賺？點解賺到？若然現況未來都能夠賺到嘅時候，點解仍然要成為核心發展方向呢？有方通通都冇解釋過。更重要嘅就係，所以落到下一步有方回應嘅説法有兩個。第一就同大家講，喂，唔係喎，香港有唔同嘅人才輸送，但第一現時香港啲人才面對住例如新加坡、例如中國都有唔同嘅人才計劃嘅時候，點解佢哋仍然會留喺香港呢？更甚者，我就當你啲人才留喺香港都好，佢實際能夠幫香港多咗幾多支出，能唔能夠好似有方所講幫香港突破困境呢？有方通通冇解釋過。所以落到下一步，有方同我哋講，喂，唔係喎，現況呢，我哋香港世界排名好高，同大家講話，喂，例如係唔同嘅有唔同嘅世界第一，但問題就嚟啦。若然按呢個邏輯，香港現況咁多世界排名第一嘅話，點解現況香港創科依然蝕緊錢，依然係賠錢呢？有方通通都冇加到過，所以結論好簡單，面對住現況蝕錢，即使你世界排名更高都好，都係冇用咯。所以確立咗有方世界排名冇用嘅時候，落到下一步，我哋要睇未來發展究竟係點樣。有方同我哋講，喂，唔係喎，未來發展呢，我哋見到可能有唔同嘅我哋需要可能產業有轉型喎，但問題就嚟啦，現況產業面對困局，點解我哋唔係去先救咗我哋啲產業先呢？例如今日金融嘅好簡單，咪可以發展啲綠色經濟，例如發展啲唔同嘅金融可以同外國溝通多啲，咁樣咪能夠可以發展金融咯。所以個問題係點解今日唔可以發展其他產業，一定要去開條新路呢？有方冇解釋過，更甚者有方同我哋講，喂，可以產業轉型，但問題就嚟啦，今日發展產業轉型係咪一定要透過去發展創科作為科創作為核心發展方向呢？從來都唔係，我哋可以去買啲科創產品噶嘛。例如今日有方需要人工智能去幫金融嘅，咁咪用人工智能去外國買個人工智能去幫我嘅金融咯。反問翻有方啦，面對住咁樣嘅情況底下，我研發一個新人工智能嘅成本同風險高啲啊，抑或係我買一個產品嘅風險低啲呢？答案顯而易見。在座各位，其實今日咧我講話有方今日不切實際咧，除咗一不切實際之外，更加係冇睇清楚現況。因為在座各位，我哋主編已經講咗無數次，就係現況香港創科咧蝕好多錢，而現況香港面對緊啲咩問題？好簡單，咪就係面對緊唔同嘅支出越嚟越少，同埋要去幫助唔同嘅市民，所以可以見到嘅就係現況香港嘅唔同投資啦，或者係唔同嘅幫助都越嚟越少，例如減咗教育津貼，例如減咗唔同嘅民生，所以我哋現況要嘅係賺更多錢，好似我方所講咁發展唔同更加賺到錢嘅產業去幫助啲市民啊嘛，所以見到有方今日以為開咗條新路，但只係將我哋由山路放咗去死路，最後導致我哋萬劫不復。多謝各位。反抗意附用時為3分03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為台下發問時間，以下為台下發問規則：一、台下發問者須為該參賽隊伍隊員，並須在發問前向敵出示學生證以作識別。對賽雙方各有3次台下發問機會，在每次台下發問時間，發問一方只能派出1人發言，不可另作補充。同一發問者不可發問全部3條問題。質詢提問對象必須為對方辯論隊隊員。台下發問者無權指定某一人作答。每位台下發問者發言時間為1分鐘，發問者須於計時員鳴鐘後方可開始。在法定時間完結前15秒，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示發問時間即將結束。在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按鐘2下。示意台下發問者必須立即停止發問，如不停止發言，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任何一方喺1分鐘內未能派出代表作台下發問，則當自動棄權論。除該隊損失10分外，對方可全取該次台下發問答辯分共30分。台下發問者須於1分鐘內提出問題，否則發問一方無分，對方無需答辯，可得該題之滿分。如任何一方提出抗議，評判有權各自裁決。台下發問者須於發問前向主席示意，得主席允許方可發問。發問者如多於1人，會由主席決定先後。任何一方在台下發問後1分鐘內未能派出代表答辯，則當自動棄權論。計時員會在45秒鳴鐘1下以作提示。各隊共有3次答辯時間，每次答辯時間為1分鐘。在法定時間完結前15秒，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示答辯時間即將結束。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按鐘2下。示意辯論員必須立即停止其答辯，如不停止其答辯，主席將立即終止。在每次答辯時間，答辯一方只能派出1人答辯，不可另作補充。同一辯論員不可答辯全部3條問題。請問對賽雙方對台下發問嘅規則有冇疑問？
首先有請正方同學作第一次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可唔可以講少少？唔該。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嘅大家好，右方第一條台下，我哋先睇過去。右方話香港冇錢冇人冇地，但係我哋咧見到人才方面，過去10年香港有43000個創科專才，15000個全球頂尖2%嘅科學家，人一直都夠。而土地方面，香港政府發展緊河套區同埋北部都會區呢啲創科城，而有方好擔心嘅中小企業咧，喺科學園、數碼港一直都有租金資助。最後咧喺集資方面，有方無論香港無論係本地嘅資助定係全球嘅集資咧，都係世界第一，更加有廣州、深圳、香港等創科群，所以喺呢10年內孵化咗20間超過過百億嘅創科獨角獸。想問友方，如果過去10年嘅成就都代表緊人才、資金同埋配套唔夠嘅話，友方覺得究竟要幾多嘅人才、資金先至足夠呢？多謝各位。反方同學需1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請反方同學盡快派完作答。你有1分鐘答辯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仲有各位大家好，今日友方咧同我講咗好多，我哋俾好多資金，但我方一直問緊你，到底你今日想要實際幾多錢去完成你個目標嘅實際數字係幾多呢？友方從來都冇交代清楚。再嚟啦，友方唔好再同我講咧，你今日有20間嘅獨角獸，唔知你咩年代，唔知你咩出處。今日我方同你講政府統計處數字，23年20間獨角獸企業走剩5間。友方同你講話好多人才，有好多萬個人才啊，但到底嗰啲人才留唔留得住咧？我方一副嘅時候，你友方咧都答唔出咯。佢留得住，佢做咗幾多實際嘅經濟產出咧？友方都通通答唔到，所以今日友方就係同在座各位開咗張通投支票，話我未來就做到㗎啦。咁到底幾時可以做到一個實際嘅施政？你唔係同我計好條數，同我講幾時做到？幾時？如果你真係做唔到嗰條數啊，咁點解你仲要做國際嗰個經濟核心呢？多謝各位。有請反方同學作第一次台下發問。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話而家4大支柱唔穩定，所以要發展科創，為未來10年做準備。但係科創本質並都唔穩定喎。英國倫敦政治科技學院經濟史學家 Gordon Barker 指出，科技公司嘅風險咧好多時會炒作不穩定性，其中包括1技術，你唔會知道技術會唔會發展成功；第2戰略，你有好唔代表可以轉化到一個好嘅商品；第3市場，可能會有其他同你相似嘅產品研發； 4利潤不穩定，顧客未必會接受呢個商品，或者唔願用同研發成品相等嘅價值去同你買。而甚至事實上，科技股嘅風險亦都係肉眼可見地高，就如先前世界最大型嘅企業科技融資銀行嘅矽谷銀行
有2120億美金進行避險，但係都2023年嘅3月宣布倒閉。想問有方發展一個唔穩定嘅產業，點樣可以為香港帶嚟穩定嘅新出路呢？多謝各位。正方同學需要1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請正方同學盡快派完作答。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算員示。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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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咪。早大家好，有方問點解發展一個唔穩定嘅產業，但係現實見到香港嘅現況就係不斷令佢變得更穩定，揾到更加多錢。按翻有方嗰4個標準，第一睇技術，今日香港咧技術係呢一個嘅世界數碼競爭力係排第3，佢講緊呢嗰個轉化嘅技術，香港排第5，甚至佢講話市場同利潤，見到香港嘅獨角獸 Lalamove 咁樣，佢而家已經係過百億美元嘅市值，呢一個咪直接話俾你知，呢啲企業能夠創造到收益，能夠轉化到出嚟嘅時候，按有方邏輯，樣樣都符合到嘅時候，點解香港更加唔應該發展呢？按照有方呢一個風險論嘅原則呢，其實今日全世界呢冇一個地方應該發展創科產業嘅喎。美國唔應該發展啦，新加坡唔應該發展啦，大陸嘅深圳啊呢啲等等地方全部都唔應該發展啊。咁點解呢個會係大勢所趨啊？正正因為見到我哋呢一個創科產業未來發展嘅利潤龐大嘅收益啊嘛，所以我哋先要發展。甚至講香港而家嘅優勢已經足夠，可以大展宏圖嘅時候，點解反而係綁住隻手唔做呢？時間結束，請盡快終止發言。現在有請正方同學作第二次台下發問。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算員示意。試咪試咪，試咪試咪，試咪試咪。主禮評判在座位大家好，第二條台下我哋睇現在，由方主辯話面對現時困境唔使交方案，可能打場辯論比賽我哋可以側膊唔多講，但面對香港經濟發展困境，我哋唔可以視若無睹。有方話應該將資源傾斜去更加有優勢產業，咁就奇怪啦。明明今年旅遊業旅客跌、消費跌，生產總值佔比相比10年前跌60%，點解咁樣又可以叫做優勢？今年地產業成交減1成半，就連新世界、英皇地產等等都欠債累累，點解咁樣又叫優勢？面對成熟嘅產業，例如金融、專業服務、服務業等等嘅發展已經飽和，我哋再加大投放，就算起多10個港交所，起到1萬個會計學位，行業本身都唔會顯著提升，唔能夠帶領香港走出目前嘅困境。所以喺有方同學眼中，香港下一步唔係已經具備基礎同未來嘅科創產業，而過去行過去嘅路已經唔再具備優勢，咁香港應該行去邊度？多謝大家。反方同學需要1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
請盡快派出辯員作答。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問計時員示意。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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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個大家好，有方最後問我哋，最後下一步要行去邊度？咁我睇下先。現況呢，2023年有9個選定嘅產業經濟啦，咁文創咧就賺咗1345億，排名第一；醫療產業咧排名賺631億，排名第4。但你嘅創科咧，即係賺咗273億，最後咧只係排名倒數第3。所以喺有方世界入面，排名倒數第3嘅優勢在哪裏呢？我方完全見唔到。更甚者落到下一步，我方已經不斷強調，現況科創咧，你做完你嘅科創之後，倒蝕50億嘅時候，我想問啦，按有方邏輯，現況要發展一條新嘅道路，係咪發展一個會蝕錢嘅道路呢？我方真係唔理解。所以落到下一步，有方同我哋講，喂，唔係喎，現時有啲產業咧不斷下降，咁面對住我哋不斷下降，冇理由唔開條新路㗎。但問題就嚟啦，點解見到呢啲下降嘅時候，我哋唔係多啲去發展旅遊，多啲去發展呢啲產業，令到佢哋上升翻，或者可唔可以睇下佢哋可唔可以重拾優勢，而一定要去做有方所講嘅科創呢？有方需要性完全確立唔到，所以有方需要性確立唔到，並且有方法可以做到嘅時候，唔明有方點解一定要做科創去作為經濟發展核心方向。多謝各位。好，有請反方同學作第2次台下發問。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試咪，試咪試咪，試咪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頭先話咧，香港有4.3萬個科研人才。睇翻現況先啦，好多5大嘅科創相關嘅學科都出現咗收生不足嘅情況。比較出名嘅香港大學今年金融科技學額24個，收得22個；港大人文及數碼科技30個學額，收得12個，甚至城大嘅金融科技科收得7個。可以說明咧，其實香港學生參與投入科創嘅意欲人數都唔足夠。甚至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行政總裁葉成輝都指出，以往科創人才流失係10至15%，但22年已經升到去20至30%。可以見到唔單止係收生不足，仲要連人才都流失緊。最後想問翻有方同學，不論係在學定係業內人士，都唔睇好科創嘅前景之下，有方點樣做到核心發展呢？多謝各位。正方同學需要1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請正方同學盡快派出辯員作答。你有1分鐘答辯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話，有方問，業內人士唔睇好點算？但有方講邊個業內嘅人士，有方冇講過，甚至乎點解唔睇好呢？有方亦都冇交代。但相反嘅係，我哋睇到咩呢？原來輝達嘅總裁黃仁勳同我哋講，未來嘅香港未來嘅整體發展都要靠人工智能。大家甚至乎係
唔識得人工智能、唔識應用、唔識人工智能嘅會被淘汰嘅情況底下，友方你同我講業內唔睇好，到底唔睇好喺邊度呢？更重要嘅係有冇發現今日友方同我哋舉話香港冇人才，舉嘅係啲好偏僻一啲創意科技嘅學科，但係面對住講緊8大嘅一啲工程行業啦，講緊科大其實今年都已經有8000幾個人進入呢個800幾個人進入呢個工程學系嘅時候，到底唔夠人喺邊度呢？甚至乎講緊現況，其實已經有1500個學者係被納入世界頭2%嘅呢個頂尖人才嘅時候，香港嘅資源喺度。多謝各位。有請正方同學作第3次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第3條台下，我哋一齊嚟睇未來。有方成日都好擔心科創賺唔到錢，反方覺得一個產業一開始咧就要賺大錢嘅，咁樣係先可以發展。最初金融業發展嘅時候，成個交易所淨係得返50隻股票嘅時候，又賺到幾多呢？最初物流業第一個碼頭落成嘅時候，又賺到幾多呢？我哋睇產業發展係要睇前因後果。如果過去香港10年已經建立咗成個科創生態，由人去到錢，去到產業落地，去到而家國家都認同香港科創能力可以納入國家規劃之一嘅時候，而未來10年，無論講緊財富局局長預計每年28%增長，定係英國諮詢公司預計3000億嘅收益，以及我哋而家眼前見到20間過8億市值嘅獨角獸，我哋咁樣係咪低估咗創科產業嘅呢一個潛力，又合唔合理呢？最後想問友方，要發展文創，你下一步想點樣投放？預計收益有幾多？4大支柱都可以同時發展，科創同其他產業有啲咩衝突呢？多謝各位。反方同學需1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請盡快派員作答。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再個大家好，友方最後問我方點樣去發展文創，但今日友方你作為正方，你都自己未交到，究竟你科創要如何去變成核心發展方向？成為咗核心發展方向之後，究竟要如何發展呢？友方通通都冇交代過，所以文創究竟點樣發展未係最重要。所以友方你不如交代咗你嘅方案要點樣去做先，所以我先至能夠繼續同你討論辯題。更重要嘅就係友方同我哋講，喂唔係喎，科創啱啱開始咗冇幾耐，咁唔係話佢一蝕錢就即刻唔咗啊嘛。但友方現時佢唔係啱啱開始，佢已經開始咗20年，而20年已經總共蝕咗直接睇翻張稿卡啦，直接一見到蝕咗214.9億啊嘛，所以面對住現況214.9億嘅虧損嘅時候，我方唔明白，友方你點樣仲能夠同大家講話現時仲有好多嘅利潤或者創科好有潛力，所以落到下一步，友方同我哋講話唔係喎，現況呢，佢話產業需要轉型啦，需要去發展創科，但友方從頭到尾都冇解釋過點解發展創科就一定要去發展創科呢？冇交代過，點解我唔可以買呢？我買完之後我風險更低，甚至唔使承受一失敗嘅風險嘅時候，點解今日一定要成為核心發展方向呢？多謝各位。有請反方同學作第3次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
主持評委大家好，聽到咧有方義父終於聽到你口中所謂嘅兩個成效咧係邊兩個？我哋嚟逐一拆解。第一個咧有方話金融科技可以為未來帶嚟6060億，但係咧今日我方兩個副辯問咗你啦，究竟係金融科技賺嘅呢啲錢有幾多係嚟自科創，有幾多係金融咧？有方唔敢答，所以呢度可以落咗第一個結論先，就係有方自己都知道金融科技所賺嘅錢並唔係因為科創，而係因為金融。第二個嚟處啦，今日有方話咧去到2030年咧就可以賺到2800億啦，但係咧其實今日好似我啱啱搭台口話咗俾你知，年年蝕緊錢，總共蝕咗215億咁滯啊！我想問下點解可以喺短短5年入邊突然間賺翻超過10倍，可以賺到2800億嘅咧？多謝各位。正方同學需1分鐘內派出代表答辯。請盡快派完作答。你有1分鐘答辯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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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咪。早大家好，有科話咧每年蝕緊214億，睇落好多，但係佢背後隱含嘅經濟價值有幾龐大呢？今日點解醫療科技可以做到第2賺錢嘅行業啊？係因為我方義父係講咗嗰個切腫瘤機係靠創科研發賣技術俾你先能夠賺到咁多錢。若然好簡單，冇咗一部切腫瘤嘅機，醫療科技可以賺到幾多錢？冇幾多。今日講緊金融科技，同樣地，你同我講話做綠色金融，咁我想問下啲人係喺個線上平台度買，用大和證券啦，定係去個港交所度直接現身喺嗰度購買呢？所以同樣地，今日講緊創科點解咁核心啊？係因為佢能夠為到其他產業製造龐大嘅經濟收益啊嘛。所以呢一個先係今日點解要核心發展經濟發展創科產業。今次有科同我哋講話唔買，我想問下既然能夠賺到錢嘅東西，點解要永遠向人哋買呢？人哋唔賣俾你嘅時候，你又要點樣去處理呢？係咪永遠都唔發展就最好呢？多謝各位。接住落嚟係自由辯論時間，以下為自由辯論規則。在自由辯論中，對賽雙方各有2分30秒發言時間，先由正方發言，再由反方發言，如此類推。辯論員可選擇一次過將發言時間用盡，亦可自行分配時間，分開數次發言。必須注意每次發言只可派1位辯論員發言，除一方參賽隊伍辯論員發言時間用盡，另一方參賽隊伍辯論員則可派出多位辯論員先後發言。發言一方參賽隊伍辯論員必須站立，時間計算以落座為準。即一方參賽隊伍辯論員發言完畢及坐下後，時間計算才會轉至另一方。如辯論員發言後沒有坐下，則時間計算並不會轉換。自由辯論環節中，計時員於該參賽隊伍雙方的發言時限前1分鐘會響鐘1次，並於發言時限完畢時會響鐘2次。自由辯論環節不設緩衝時間，當發言時間用盡後，主席會即時中斷其發言。當參賽隊伍一方之發言時間用盡，主席將宣布參賽隊伍另一方餘下時間。參賽隊伍另一方可派出1位或多位辯論員輪流發言，直至時間用完為止。有請對賽雙方示咪。示咪，示咪。示咪，示咪。示咪，示咪。試咪試咪。試咪試咪。
對賽雙方各有2分30秒發言時間，正方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有方今日話要重拾優勢，咁係咪要起大呢個碼頭，呢個物流業就會重拾優勢呢？我方唔清楚點樣可以做到，但係總好過做你嘅科創咯。今日有方話要用科創咧去賺到2800億，但想問你點解由5年間由蝕變賺咁多呢？所以物流呢個產業咧又鞏固唔到、重拾唔到優勢，你都唔知點做。咁香港未來嘅困境你又唔知點解決，咁點處理啊？所以個問題，有方你除咗物流之外，我仲有金融㗎嘛，我可以發展。所以問翻你，現況底下蝕緊錢嘅時候，有方你點樣喺5年之後賺咁多錢？請解釋。咁我想問下綠色金融，你預計賺幾多錢啊？唔係有方自由辯論嚟嘅，答翻問題。你依家蝕緊錢嘅時候，未來點樣賺到2000幾億啊？所以比我方更加估嘅係有方咯，因為連數字都加唔到。所以佢講嘅綠色金融係咩啊？就係做緊數碼經濟，係講緊一啲數字經濟，都係科技嘅產業之一。所以再問有方啦，你未來困境解決唔到嘅時候，而家香港排緊全球頂尖嘅水平，點解唔係繼續發展？好啦，有方關於科創實在賺幾多錢？冇交代過。今日我見到4大支柱23年平均每條支柱都賺緊4000幾億，你嗰2000億到底有咩用啊？咪同咗你講，你嗰4000幾億其實咪就係靠數碼經濟，咪數碼科技係靠嗰個貨運有一啲無人機技術，有唔同嘅技術去做到嘅咯。幾數字經濟？唔係，你嗰個綠色金融全部都係靠數字經濟，有方同學。唔係，所以你講緊係講緊整體金融，都係話靠你我講嘅科創能夠令到佢賺更多錢啊嘛。問緊你就係你喺科創嘅佔比入面，你金融有幾多係科創先賺到依家咁多錢？請解釋。好，所以綠色金融佢都唔講啦。咁我都想問下有方啦，你而家唔發展科技，起多幾間港交所可以賺到幾多錢？好啦，我方從來唔係同你講唔發展，你話要起港交所，我咪買咪得咯。我哋而家香港就係冇咁多資源去咁樣做，所以有方你需要交代清楚，就係今日你科創呢樣嘢，你未來可以賺到幾多錢啊？所以咧，OpenAI 而家喺香港用唔到，萬一有方你買唔到，你點算？咁咪買其他嘅智能咯。所以今日情況底下，唔明有方點解今日唔能夠買其他嘅東西去做到有方所謂嘅效果？唔緊要，落到下一步。咁問翻有方不如你答翻先，啱啱俾我啦，就係你時間先究竟點樣賺翻？不如直接答我。咁我想問。自己可以研發到，可以賺到錢，點解要揾人哋買呢？係啦，所以有方才講我哋發展科創，你從來冇講過點解要做到核心地位，你個科創先做到。有方請解釋。唔係啊，佢可以揾到錢嘅時候，點解唔係核心地發展，揾更加多錢而係半途而廢呢？係啦，我方佢講得好清楚，18至23年蝕咗214億，蝕緊4方。所以今日辯題打緊係未來，唔係現在。未來預計會每年上升20個巴仙，預計可以創造到2800幾億嘅收入。未來發展唔係以呢個為目標嘅時候，有方你交個數字，2030年金融業賺到幾多錢？唔係，所以現況是咁。係自己去發展，但問題自己去發展會失敗嘅。都係俾更多錢嘅時候，我想問啦，自己研發失敗率高啲啊，定係賣嘅失敗率高啲啊？咁美國係咪應該停止發展創科產業啊？唔係，所以因為美國有更多資源，人能夠承受風險。底下啦，按你邏輯，點喺你嘅世界入面，我自己研發嘅風險高啲，定係我買嘅風險高啲？直接答我。買唔到嘅風險更加高咯，因為人哋而家講緊中美貿易戰嘅時候，好多時候連賣都唔賣俾你，用都唔俾你用，你點樣解決啊？原來有方就係諗同美國買，有方講中國有優勢，點解唔係中國買？中國一定賣俾你喎。我知中國可以買，但係講緊而家係全球啊嘛，咁你係咪就係永遠揾中國買？美國啲就勁過你都唔發展啦？所以有方難。唔係啊，中國好，我冇話過中國差，但係想問翻有方嘅係，咁中國點解都會發展創科產業啊？講得好好，中國比美國更好，所以依家咪可以去中國買，跟住之後香港嘅經濟咪能夠發展到，咪唔需要核心發展方向咯。所以呢點需要性有方確立唔到啦。所以落到下一步有方都解釋唔到現況未來趨勢點解更好嘅時候，點解唔發展其他產業，例如文創而家賺1000幾億喎？中國嘅呢個14、5規劃都同你講，未來發展創科係要靠香港嘅科研，係要靠香港喺唔同生物科技等等做出嚟嘅嘢啊嘛。所以要問有方啦，你唔發展生物科技，國家嘅科研點解可以做到更好啊？好啦，咁而家咧係15規劃，唔係14、5規劃，有方睇錯資料。而15規劃從來都冇同你講過要做科創咧，就一定要做核心。再睇翻15規劃裏邊咧，科創只係佢想起嘅其中8個定位裏邊其中一個。如果你話佢想其他，如果你同意科創要做核心嘅話，係咪其他7個定位都要做核心啊？咦，我想問下4大支柱係4個核心定1個核心啊？咁喺你嘅世界係幾個核心啊？冇錯，4大支柱都喺4個核心嘅時候，點解香港今日做創科啫得1個核心咧？有方你冇解釋。唔係咁按你邏輯，有咩唔能夠成為核心啊？
反方時間用盡正方上完時間14秒。仲有大家好，今日比我方更加靠估嘅呢係有方同學。點解呢？因為香港嘅經濟呢，其實佢唔知點樣解決，佢都解決唔到。但係偏偏呢，我方同學講話，創科產業可能係未來出路，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但係我方話唔做，多謝各位。現在有2分鐘時間俾雙方作結辯準備。有請反方結辯。你有4分鐘結辯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試咪。適逢畢業季呢，啲畢業生都開始揾工作啦，要開始養活自己。究竟呢，要揾一份適合自己嘅工、穩定嘅工，定因為呢係人人都吹捧、人人都讚好嘅工作呢？其實呢，畢業生呢，就撞畢業生呢有本錢去試錯，但係今日身為政府作為香港嘅領頭羊，又可唔可以試錯呢？其實我哋今日雙方呢都希望香港嘅經濟呢可以繁榮，但係分歧就在於我哋係要繼續發揮我哋已有嘅優勢，定係將700萬人嘅飯碗投向一個短板上面啊嘛？何者會行得更加遠呢？不妨呢，我哋睇2條問題審視辯題。第一，作為一家之主嘅政府係想餵飽一家大細嘅話，係要高瞻望遠，定抑或係鼠目寸光呢？我哋細細個咧都知道咧，唔係人做我哋就做，要諗清楚咧乜嘢適合自己，所以咧做事先會事功倍。因為咧今日咧唔適合嘅時候咧，咁咪買咯，有乜嘢問題咧？今日我哋嘅水源咧其實都唔足夠㗎，所以我哋咪去尋覓一個尋一個足夠嘅水源，向東江水嗰度買翻嚟咯。但係咧，友方今日從來都冇解釋過咧，科創產業成為香港未來發生核心發展方向之後咧，如何同其他嘅更加有性價比、更加有優勢嘅地方競爭啊嘛？面對住咧，原來咧今日發展產業係有龐大嘅土地需求嘅，唔係咧淨係你講河套區咧就足夠㗎，因為咧更加睇嘅咧係要性價比。因為深圳原來咧租到同一個地方咧，或者用同一個價錢咧，
已經可以租到咧比香港大3倍嘅場地，所以咧要將成本最小化嘅商家係揀深圳定係揀香港咧，顯而易見係要揀嘅係平靚正嘅深圳啊嘛，所以咧香港嘅家底咧通通都唔支撐香港去做一個科創嘅產業，甚至成為佢嘅核心方向咯。所以後場咧有方都冇否認到咧科創產業一直以嚟都蝕緊錢，但係有方依然要做，點解咧？空講嘅，佢就話2023年咧可以賺到2800億，但係咧從來都冇交代過個數字究竟係點樣計翻嚟，所以咧淨係咧訴諸於未來。咁喺右方世界底下，淨係講個數字，我今日就可以論證辯題嘅話，今日其實其他嘅產業咧，我都可以做到嘅。咁係咪我其他嘅產業咧，我都可以講一個數字咧？喂，咁都可以成為香港核心嘅發展方向㗎。咁係咪我又可以咁樣論證辯題咧？顯然唔係。所以我方想右方咧講清楚個細節嘅原因，係因為一旦成為咗香港嘅經濟核心，係佢會亦主導住香港經濟未來嘅命脈啊嘛，所以咧右方咧後場有機會咧就交代清楚啦。喺如果不清不楚嘅情況底下咧，只係咧將納稅人嘅血汗錢咧投入一個回報期同埋成長率咧都係極低嘅無底洞，呢一個咧唔係投資，係不負責任嘅揮霍。所以去到第二條問題，香港嘅未來經濟會係點樣呢？我方講到咧，不如咧去針對翻個根因啊。其實咧而家經濟衰退有好多唔同嘅主要原因嘅，可能咧係咧疫情之後放緩，所以咧有少少嘅升緊比較慢。所以咧我哋要做嘅應該係升級同埋鞏固我哋嘅主力啊嘛，從來都唔係捨棄一啲嘅優勢去行一條成本更加高、競爭更加大嘅科技嘅科創嘅窄路咯。其實咧香港一步一步行過嚟咧，成為四大支柱之所以咁成功咧，因為香港佔領住時區嘅優勢啊嘛，實現到24個鐘不停咁樣做金融嘅服務，又因為咧香港佔領咗天然嘅優勢，可以做到咧發展成一個自由開放嘅貿易港，因為咧有維多利亞港嘅美譽咧，我哋可以吸引到旅客。但係現況底下咧，右方咧話唔做，咁究竟咧靠住乜嘢先可以去令到香港更加好咧？多謝各位。反方結辯所用時間為4分07秒，冇超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正方結辯。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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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最後一個辯位，幫大家梳理一下全場。其實今場呢，雙方最主要嘅分歧點有2個。資源同埋前景，我哋先睇資源。我方前場已經交代清楚。論人呢，我哋有超過4萬幾個人才幫我哋發展科創；論地，我哋有河套區等等去幫我哋去做。論錢，我哋政府一早已經撥咗500幾億係去發展科創。所以要問友方啦，你哋期望資源要去到幾多先至去做呢件事呢？好啦，第二我哋睇前景。今日友方呢覺得科創企業嘅前景呢好唔樂觀，但其實當初香港轉型做金融業嘅時候，當初都係好唔穩定，有個過渡期。但係咧，香港我哋願意試錯，願意擺時間去同資源俾佢慢慢發酵，所以過到去到今日，我哋先至會有而家香港嘅成就。而同樣地，科創產業都係啱啱發展，所以我哋應該要擺時間同資源去俾佢，佢先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咁樣變成好似金融業咁樣咁發達。而我方見到嘅就係今日科創產業已經做到小有成績嗰陣，點解我哋就唔繼續發展落去呢？而其實今日講到尾啦，友方嘅立場呢，就係我哋食老本行咪得咯，我哋繼續發展4大產業。嗱，的確食老本行呢，就唔需要花咁多勇氣咧去承受風險，友方咧會驚，會唔想承受呢啲風險咧，係好正常不過嘅事。但係如果今日嘅香港仍然淨係識得去求穩陣，或者呢個先至係最唔穩陣嘅做法。無可否認，其實每當我哋談及咧香港要做經濟轉型嗰陣咧，都會好似友方咁有一絲嘅惆悵，唔係好想去改變。呢啲我哋都好明白。但其實咧喺呢片看似惆悵嘅風景之下，香港已經一直默默咁樣去種下去嘅種子，而並且已經破土生長。喺過去，我哋從來都冇停止為呢一場嘅樽頸位做準備。喺大家睇唔見嘅實驗室背後，香港一直孕育住好多優秀嘅
科學家、工程師同埋創新者。我哋嘅 STEM 教育亦都蒸蒸日上，無數嘅年輕人喺科創相關嘅行業去畢業，而且佢哋咧帶住知識同熱情，渴望去改變呢座城市，創造價值。其實香港嘅人才儲備同知識庫一直都唔係一片荒土。而我哋睇而家，點解會話而家係最適合發展科創嘅時機呢？想像我哋如果係早10年開始發展科創，當時嘅生態都未成熟，市場同技術嘅水平都未好似今日咁明確，我哋或者咧會好似一隻盲舂舂嘅烏蠅咁樣，得熱情但係冇方向，更加似係一場孤獨嘅冒險。但係如果遲10年發展，又係咩情況呢？10年過後，全球嘅科技格局早已塵埃落定，到嗰陣我哋唔再係一個參與者，而只可以係追隨者，甚至係使用者。失去嘅係制定規則嘅話語權。到時我哋面臨嘅就再唔係惆悵咁簡單，而係徹底嘅邊緣化。所以而家正正係唔遲唔早，剛剛好嘅時機。世界一直都喺度變緊，香港更加唔應該停落嚟，反而要擁抱改變，跟上轉變。因為我哋唔去改變嘅話，被改變嘅就係我哋嘅地位。在座各位，其實香港人嘅精神從來都唔係畏懼改變，而係喺挑戰之中尋找機遇，喺困境之中開創新路。由當年嘅獅子山下拼搏，到今日面對科技浪潮，我哋呢份積極開拓嘅基因從來都冇改變。在座各位，惆悵只係暫時嘅迷霧，喺我哋手上已經掌握咗引領我哋走出迷霧嘅火炬。而呢一刻，我哋已經準備好，所以係時候帶上我哋嘅才華同勇氣上台演出，話俾全世界知，香港已經準備好啦。多謝各位。正方結辯所用時間為3分48秒，冇超時，無需扣分。經過一番爭辯，比賽告一段落。現在有請各位評判可於原位置商討比賽細節，並請台上辯論員可在原位稍作休息。宣佈結果前，有請各位評判就今日雙方嘅表現作出寶貴嘅意見。咁首先有請香港中文大學麻煩去嗰邊。各位大家好，咁多謝大家聽到邀請，多謝賽會嘅邀請。今日
我都隔咗幾個月咧，辯論季節又開始啦。咁啊，開始有第一次喺睇翻個辯論賽啦。咁我相信同學都可能都亦都係停咗段時間啦。咁我有啲好興奮開始新嘅辯論賽。第一個覺得咧，就嗰個大家都好認真去準備嘅，即係好嗰種鬥志咧，真係好高。有啲地方覺得係咧，同學可能講得有啲緊張咧，講得快咗少少啊。其實有啲時候咧，唔係好清楚啊，講得其實可以慢得咁多啊。我覺得係有時啲資料咧係唔需要太多嘅。你有10個資料講得好快嘅話咧，倒不如集中講慢啲咁多，講6個7個，可能個效果又好過。好快將啲即係紙上面嘅嘢讀晒出嚟，可能呢樣可以值得留意下。即係好多準備咗好多，即係一定要講出嚟啊嘛，我知道。但係有陣時取捨咧係即係寫嚟咧係幾緊要㗎，呢個可以去諗下。咁今日咧其實嗰個辯題咧，我哋個講咧就我覺得我相信咧，我都同學嗰個主線路線咧就好清楚嘅，即係正方咧就講未來嘅可能性，反方講而家就出咗問題咁樣。咁啊而家既然間都唔係好好嘅話，咁未來點解會好咧？咁就正方如果未來會可能好好嘅喎，個願景就好大。咁但係我會第一個覺得咧，就做咗好多功夫，但係咧嗰論述嗰個論點嗰個範圍咧，可能有啲咁多窄咗少少啊。我聽到好多數字，未來有2030年有2000幾億，今年咧有274億嘅進展，咁我都記得啦，我聽到幾次。咁另外咧就係個資源問題啦，有幾多個創科人才啦，排名第幾啦，有幾多個優秀嘅科學家啦，然後咧就有河套啦，有呢個咧係北部都會區啦等等。咁但係咧個對應咧唔係好多啊，即係一方面就話咧我有北部都會區有河套好多土地，反方就話啲土地唔夠咁樣，咁各說各話，其實係針對性係唔多㗎。其實係唯一我相信針對性真係幾好咧，就係點解唔去買？咁喺後來嘅辯論裏邊咧，其實咧就針對咗好多嚇。咁當然咧，講到中國好定美國好就啲走咗入牛角尖嗰度啦，好快就翻出嚟啦，係咪？咁但係咧，其實嗰個對應咧就唔係好多啊。我想一個問題咧，就係我想喺難嘅地方咧，就係核心啊。核心啊，點去理解核心呢個字咧？其實係所有嘢都同科技有關。你任何一樣嘢嘅話咧，都牽涉到 AI 嘅技術。咁嘅話，我查下個 Google 都有 AI 技術。咩叫核心呢？咁呢個係一個難嘅辯題啊。咁今日我覺得兩方面咧，喺呢方面或者仲可以加多啲咁多功夫啊。正方話我哋好多嘢需要發展，好似咧醫療技術嘅話，開咗一個新嘅切割機器嘅話咧，咁啊令到發展好多啦。咁呢個係真嘅喎。咁但係反方可以話，咁邊個核心呢？叫做我哋金融業賺咗幾千億，咁啊幾千億裏邊嘅話，創科業係賺到幾多？係歸於創科業幾多？係金融業咧？呢啲好難嘅。不過如果你處理呢個辯題，可能需要有啲咁多冒下險去講下，有點去講啲咩叫核心啊？反方佢最後話核心就係個命脈，係呢個啱嘅。但係個命脈點樣叫做命脈咧？呢樣嘢係點樣嘅話，我哋喺未來嘅金融業各方面嘅話，喺呢個創科科技裏邊作為核心，我哋可唔可以有啲地方可能有啲預計，有啲推測，但係可能有啲咁多冒啲險，有啲具體啲嘅話，個論點會清楚少少啊。反觀嚟講嘅話咧，咁就反方嘅話，反方當然啦，就可以破壞啦，係咪？我將啲嘢話點賺到錢咧，佢又唔夠咁嘅話，咁但係如果反方話綠色經濟係一個可能嘅發展方向嘅話，咁反方會點樣話核心？咁我一定要用得到一啲創科嘅，但係點樣喺用到創科嘅時候，其他傳統產業仲係叫核心咧？呢個即係其實個相輔相成，點樣去理解咧？我覺得有多少少即係比較正面啲嘅論述嘅話，雖然我除咗反對以外嘅話，可能會係好少少咯。或者喺個資源嗰度嘅話，咁正方會反方就係河套唔夠，人才唔夠。正方提過可能中港嘅發展，但係亦都冇一點樣論述到點樣去個優勢。除咗一點就係香港嘅人才可能係個國際化啦等等啦，大學嘅教育嘅排名好高，跟住就斷咗啦。其實跟住就打返就係話兩個地方可能唔夠，啲資金唔夠咁樣。個中港合作呢條線點解係可以發展多少少嘅呢樣嘢？核心
嗰個定義其實可以再多少少，可以放膽少少。當然呢啲好未來嘅，可能嗰個論述個內容嘅豐富度，淨係講幾多千億、幾多百億嘅話，可能會再好少少。咁呢個俾大家少少參考。多謝各位。試咪試，喂，試咪，好。在座各位大家好啦，咁好高興賽會邀請咁我能夠擔任評判，好中意做評判嘅，因為我都已經超齡啦，玩唔到辯論，咁就能夠參與到辯論咧嘅，即係能夠聽到大家咁打辯論都令到我可以學習咁樣啦。咁所以係好高興有呢個機會喺度同大家一齊，即係以評判嘅角度啦，咁啊睇大家，咁就同大家一齊學習咁樣啦。好，咁呢條辯題咧，我自己嘅諗法啦，就係今日雙方都有一個共識，就係香港嘅經濟出現咗困局嘅，我覺得即係喺大家討論過程。咁所以正方就提出咗即係用科創產業嚟做嗰個核心方向啦。咁聽落去啲論述係有少少，我覺得有啲取巧，因為佢都講咗都係科創，譬如 crossover 醫療啊，又或者係譬如用好多唔同嘅技術，即係譬如話Lalamove嗰啲。咁其實即係純科創嘅講咗好多啦，但係佢就第二個論點就講協同效應咧。其實兩個辯位即係去到副辯咧，我都聽到好多一啲即係好新嘅一啲即係關於協同效應嘅例子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幾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反方咧，其中一個我覺得可以再即係做多少少嘅地方，就係其實如果你背景上同意咗現時香港嘅經濟有困局嘅話，咁又你都應該有一啲嘅即係論述，譬如話咁以現有嘅產業，譬如你話你四大支柱產業嘅話，咁你 expect 可以再做多少少，再講多少少嘅話，你會好啲咯。但係去到好似二副，我先開始聽到嗰啲咩綠色，即係如果金融嘅話就有啲綠色嘅。什麼金融咁，我又覺得好似唔係，即係如果你個背景同意咗有呢個困局嘅話，我覺得可以諗下就係咁。如果你唔用科創，即係正方就提出咗個方案，就話係用科創嚟去救經濟咁樣啦。咁喺你哋嘅角度，你如果反對科創嘅話，咁係咪而家嘅困局唔需要處理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可以再準備多少少，就係如果以你哋嘅講法嘅話，科創唔做，咁你哋點做咧？做啲咩？所以其實台下都有即係正方台下都有問你，譬如文創嘅話，你 expect 個成效會有幾多啊？做到幾多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好嘅即係質疑啦。咁既然反方都同意咗呢個背景嘅話，呢個第一啦。跟住然後咧，第二個位就係想講就係雙方嗰個主線啦。咁我覺得今日正方開個主線係正路嘅，即係包括譬如講而家香港係有人啦，即係成個論述好清楚嘅。譬如第一個論點就講話香港有人啊、有地啊、有任何嘅東西咁樣，咁就可以有呢個條件發展啦。第二就話帶到一個協同嘅效應，就講話香港如果用科創喺其他產業嘅話，都可以帶動到其他經濟發展。咁成個論述好完整嘅，咁再加上即係一二副都 keep 住有資料去做嗰個論述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唔錯嘅，我覺得聽落去嘅感覺。咁至於反方咧，我就覺得即係咁反方就話一個就講話而家個環境啦，即係又係指出就係譬如話同深圳去比較啊，或者人才流失咁樣，我覺得一副係幾好嘅啲質疑，即係話譬如話高才通入邊嘅嗰啲人才嘅數字流失啊，同埋就係譬如話香港淨係得翻5間企業留低啊呢啲，咁我覺得呢啲資料係幾好嘅。如果可以再即係因為去到二副嘅感覺咧，即係我聽二副嘅感覺咧，即係空手辯啦，咁啊講咗好多，但係感覺上好似前場都有講，即係譬如你講話香港譬如即係做嗰個科創蝕錢啊咁樣啦，咁其實都好似住你哋都係有講到，咁我覺得可以用第二個角度去講，又或者譬如你喺你嗰個蝕錢嘅角度，如果喺你嘅角度，可唔可以俾多少即係好似正方提出一啲實際少少嘅東西咧？所以我覺得係正方舉出嘅嗰啲好實際嘅例子，即係譬如金融又譬如醫療又好啦，即係二副出醫療啦，跟住一副又講咗一啲即係其他實際少少嘅一啲，譬如科創點樣應用帶嚟嘅經濟收益嘅時候，我覺得即係不妨落地少去回測佢哋嗰啲例子會好少少嘅，我自己覺得係啦，所以回應嘅力度上面嘅東西啦，呢個係咁所以去翻就係講成效嘅。今日其實正方都俾好多壓力你嘅，即係包括話環境嗰度正方即係兩個辯位都俾好多壓力你啦。成效上面佢都已經俾咗一啲嘅數字你嘅時候，感覺上大家討論唔係太深入喺個數字上面，即係我聽到係6000幾億啊、2000幾億咁樣，但係反方嘅板斧都係問你就係個點計啊、估啊咁樣，所以以至到自由辯論最尾佢都話啦，所以其實正反兩方都有估緊數字咁我覺得好似唔太好咁呢個位，呢個位係有少少，我覺得可以再即係補充多少少嘅。跟住台下發問咧，
我覺得今日有一個位係答得唔太理想嘅，即係正方答嘅時候。即係今日反方問你，今日反方第二條台下發問係幾有趣嘅，即係問話香港而家啲學額啊，即係整嗰啲咩創科相關嘅學位都冇乜人讀啦，咁係幾違反個認知嘅，即係竟然係有大學學位係冇人讀嘅咁樣，即係明明競爭咁大，係違反個認知，但係 OK 啦，即係有個咁嘅數字，即係問你哋啦，即係話就算係讀書都好，都冇人會想讀呢啲學位，做嘢都好，都冇人想做呢啲科創嘅東西嘅時候，我覺得呢條問題問得幾好，但係即係我第一時間諗到就係譬如連港大而家都開緊啲咩文理學士。即係 AI 文科，即係我都唔知，我作為文科人我都唔係好知點讀 AI 文科啦。但係即係有呢啲學位咁，即係其實你見到香港嗰個方向，其實開科創嘅學位其實係開咗好多學位出嚟㗎嘛。咁所以你具體嘅數字我真係唔係好清楚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正方即係反方問得幾好嘅呢個題目，但係正方個回應就係譬如即係好似講就唔係答得好對題咯呢個位，即係我覺得個回應上面，所以呢度爭少少，我覺得呢個回應。咁佢自由辯論啦，自由辯論咧，我覺得有兩個位可以即係再思考一下嘅。第一個位就係講緊香港嘅四大支柱產業平均嘅嗰個收益係達到4000億啦。就咁聽落去係覺得好似好龐大，但係你再諗真啲，我唔信旅遊會帶到4000幾咁。所以平均呢個數字咧，其實你諗下經濟係其實佔咗好大部分。我覺得旅遊應該唔佔多過5%嘅。我記得我嗰陣時睇資料嘅時候，所以其實即係突然間咁樣講咗四大支柱產業平均4000幾，突然間好似講咗個好大嘅數字，但係其實你再細心諗一諗。各自嘅產業佢哋都有佢嘅主軸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第一個啦，即係好似正方咁嘅回應嘅時候應得唔到啦。第二個就係今日反方開始去到後期就話我有錢可以勁買一啲即係嗰啲科創嘅成果咁樣啦。咁我覺得個回應係 OK 嘅，但係即係中間當然討論什麼中國好還是美國好，我唔敢講啦。但係即係我覺得一嚟就係今日正方個質疑幾好嘅，就係其實既然香港有呢個能力去靠呢樣嘢揾食，香港有呢個資源有呢個人手，8大名校有5間嘅時候，點解要靠人哋？唔係香港自己去畫嚿餅出嚟，然後要人哋買我哋嘅技術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唔錯嘅呢個講法係啦，所以係我覺得反方有少可惜嘅地方就係，如果真係可以。唔同意今日個現況係香港經濟走下坡嘅時候，咁你哋當然可以唔使準備要點救市啦。咁但係如果你同意正方個背景嘅時候，咁你哋都應該要有少少準備，就唔至於去到二虎突然間爆一個綠色經濟，又冇乜點太大嘅論述，令到我覺得好似今日如果你同意咗經濟係下行嘅話，咁有咩辦法呢？咁樣就可惜少少咯呢個位。咁嘅結辯我幾喜歡今日正方結辯嘅，我都要跟你學習一下。即係我覺得成個框架係幾好啦，即係有包括即係今日正反嘅討論啊，戰場去到邊度啊咁樣，我覺得成個 flow 係幾清晰嘅，我都幾喜歡。咁然後即係反結啦，反結咧嗰個故事都係唔錯嘅，即係揾唔到工咁係我都揾唔到工咁，所以係啊，所以先讀書咁樣，所以確實係嘅。而家呢個環境，即係我成日都講話，而家香港個大環境真係唔太好，即係你見到好多人都願意即係繼續升學啊。投考政府工啊！你見到其實即係成個環境真係好差咁，所以呢條辯題幾好嘅，都激發大家諗啦。即係經濟轉型啦，有科創，有好多即係優勢產業又好啦。連我文科都要學點樣用 Python 嘅時候，即係究竟呢個產業可以點樣幫到香港咧？係唔錯，呢個值得思考嘅問題嚟嘅，係咯。即係好多謝今日雙方都俾個機會我能夠學習到啦。咁所以即係有機會嘅話，可以即係交流討論一下。咁個時間交俾下位評判，多謝大家。試咪。首先啦，再一次多謝賽會嘅邀請啦，因為其實 behind the scene 有好多即係賽會嘅準備啊，跟住然之後可能 WhatsApp 啊等等咧，其實都做咗好多功夫。咁同埋頭先都同阿何博士傾嘅時候咧，即係難得喺而家仍然有呢啲實體嘅辯論咧，其實係真係好值得即係珍惜嘅，係啊，即係希望可以繼續搞落去。咁我哋評判即係雖然你哋話好辛苦啊，成其實都唔係好辛苦嘅，即係嚟睇下大家比賽都其實係一個賞心樂事嚟嘅。咁先講一講咧，其實要利申先，我係呢個科創產業嘅業界人士嚟嘅，咁都係一間 tech firm 嗰度工作啦。咁而另外一個利申呢，就係我係其實都10幾年前呢，都係其中好似你哋嘅身份呢，係台上嘅一個辯員嚟嘅。咁即10幾年後即係做評判，去到即係評價翻，其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經驗。希望你哋10幾年後都可能即係可以有啲咁樣嘅傳承落去啦。其實今日嘅話呢，要講嘅嘢好簡單嘅啫。我覺得正方呢，即係我先分析下正反雙方嗰條主線，然之後呢，我想指出就係如果呢條主線會輸嘅話，輸嗰個
個位可能係邊嚇？正方嘅話咧，嗰條主線即係頭先阮先生都有講到係四平八穩啦，即係經濟困境、四大支柱問題，然之後咧科創係個突破點，資源嘅話咧天時地利人和都有啦，咁然之後做咗時候咧又協同其他嘅產業嘅效應，帶嚟幾千億嘅收入咁樣係嘛？即係呢個係你哋嘅主線啦。咁 missing 嗰個位喺邊一度咧？你有冇發現咧？你有咗資源天時地利人和之後，達至嗰幾千億嘅收入，中間係冇推論過程㗎，係嘛？咁呢個我只能夠聽到一啲好零星嘅一啲好口號式嘅例子，有Lalamove啦，係嘛？有一啲嘅公司啦，有20間嘅即係獨角獸啦，等等啦，即係有好多一啲好零星嘅一啲公司名、一啲嘅數字，但係個推論過程喺邊一度呢？係嘛？即係如果你今日講緊係有個協同效應嘅時候，你講緊四大支柱係唔係因為香港有啲嘅即係科創嘅公司可以幫助到旅遊業？幫助到金融業，你 FinTech 講咗好幾次，點幫助 FinTech 呢？係嘛 ？FinTech 而家佢個 problem statement 係乜嘢？佢個痛點係啲乜嘢？而你而家缺嘅嗰個位係啲乜？點解呢一樣嘢唔可以透過買外國嘅技術，要我哋自行去到研發？而研發嘅時候成功嘅一啲案例係點樣幫到嗰一間嘅 FinTech 公司達至到幾多嘅收益？而呢一樣嘢點解喺未來嚟講係可以發達嚟做等等？你唔需要話有好多呢啲例子，至少俾一兩個我去一個完整嘅推論過程啊嘛。但係就係冇咯，咁所以就會變成就係我都好想信你有呢一個嘅收益，但係我不斷都會問自己就係即係咁點嚟嘅咧？呢幾千億，同埋你講緊今年嘅財赤係嘛？即係都講緊千幾億啊！如果你真係可以帶嚟幾千億嘅收入，都係非常之可觀喎。但係咪 too good to be true 咧？即係呢個係不斷我都諗緊嘅嗰個問題係啊，所以我會覺得就係正方嘅你嘅四平八穩裏邊，我覺得缺嘅咧就係呢一個好深刻嘅推論過程。而唔好淨係用數字嚟到去堆砌，要有一個好清晰嘅框架去論證點解呢件事真係可以實踐到出嚟。而呢個亦都係反方不斷咁問你，而呢個亦都係我心入邊嘅一個最主要嘅問題。所以呢個係正方啦。反方嘅話呢，你嗰個主線係咩呢？就係第一樣嘢，你就覺得天時地利人和呢係唔 ready 嘅。第二呢，就係好高風險嘅。咁而我哋而家見到呢，就蝕緊200幾億啦。咁同埋香港咧，其實未必有競爭力，所以不如你就去買技術啦，就唔使自行去研發嘅嚇。即係呢個我聽到反方講嘅嘢啦。咁佢 missing 嗰位係咩咧？其實至少有兩個位 miss 咗嘅。第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咧，我同阿阮老師咧有啲分別就係，我覺得反方對於而家香港係咪喺一個困局入邊咧，冇一個好清晰嘅回應嘅。即係我聽唔到你哋講話係㗎，而家四大支柱有問題，香港係有財赤。但係點，我係聽唔到你哋有講到呢一樣嘢，所以我係唔知道你哋對於香港未來或者你對於現況嘅審視嘅話，其實你係點睇？呢個我係第一個覺得 missing 嗰個位。第二個 missing 嗰個位呢，就係你話可以買技術，唔使自行去研發。咁你買呢個技術為咩呢？個 use case 係乜嘢呢？我聽到你哋講話文創都好賺錢啦。咁創科同文創係咪就係頭先所講文學士要讀 AI 咁咧？定一話係你講緊話一啲綠色金融、綠色經濟，我淨係聽到呢個字。咁但係綠色代表啲咩呢？綠色嘅係講佢可以即係用一啲比較環保啲嘅嘢。定一話綠色係代表啲，即係我一路都諗綠色係同乜嘢相關呢？其實我淨係聽到呢個字眼，但我唔知道你背後嗰個推論係啲乜嘢。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兩個 missing 嗰個位呢，其實就係你哋今日嗰個嘅策略啦。而如果你問我嘅話呢，其實我會覺得。呢一個策略你哋要重新諗下係咪真係適合嘅？個原因係咩呢？點解你哋會 miss 咗呢兩個呢？可能你哋唔想要負咁多嘅論證責任，你驚講一樣嘢對方就會 challenge 你，咁你要嘥自己時間，咁不如你叫正方解多啲啦。呢個係業界呢個辯論界裏邊嚟講呢，好常用嘅一個策略嚟嘅。但係我自己就會覺得呢，評判係會有 expectation 嘅。你喺辯論嘅策略上嚟講呢，有評判 buy 有評判唔 buy 嘅。咁啱呢，我就係一個唔特別 buy 呢一種打法嘅人，因為你哋試咪都講啦，係一種執着嚟㗎嘛。咁如果係一種執着嘅話，咁對於香港未來發展何去何從，都係我哋評判一種執着嚟㗎嘛。咁我哋就會覺得反方係咪喺呢一方面冇正方咁嘗試去負上論證責任，去帶出大家走一條新嘅血路出嚟呢？咁呢個就會係我心入邊嘅一個 question mark。係啊，咁我覺得如果有接住落嚟嘅比賽嘅話，你哋都可以審視翻就係咪真係個策略上一定要咁做，定抑話其實呢，我會覺得嗰個有趣個位係咩呢？其實正方講嗰樣嘢帶嚟其他嘅支柱嘅協同效應呢，可以係反方一個進路嚟嘅，因為你唔需要將創科產業成為一個核心方向噶嘛，你將創科產業創科呢一樣嘢融入喺四大支柱得唔得呢？係嘛？即係你其實一樣嘅，你金融可以裏邊加一啲科技嘅元素，醫療一樣可以，
物流更加需要啦，係咪？呢啲 big data 點樣去做 analysis 啊等等，係咪？咁如果你融入咗落去嘅時候，咁佢就唔係一個單獨嘅核心方向，而佢亦都可以 apply 落去嘅時候，即時就會有經濟嘅收益。係咪會比起佢單獨成為一個核心方向，而你其實呢一樣嘢，你其實嗰個風險回報其實係冇一個 guarantee 噶嘛？咁會唔會其中一個進路可以去考慮呢？即係你其實一方面又食咗對面想講嘅嘢，而另一方面你都有一個立場，而呢個亦都可能係一個方向，係嘛？你同佢嘅分別就係在於就係你呢一個係有一啲實際嘅應用裏邊嘅，係嘛？咁所以呢一個可能會係其中一個嘅進路，呢個可以大家即係諗下。當然我啱啱諗嘅啫，咁可能裏邊亦都有好多嘅嘢大家去諗啦。最尾咧講多兩個技巧上面嘅一啲問題啦。第一咧就係、即係正方結辯嘅話，即係都要可能婆婆唔知係咪睇緊，都要同佢講聲唔好意思，因為今場真係仍然都係一個急口令嘅比賽啦。即係大家雙方，尤其是正反雙方嘅開辯咧，你講咗每邊可能只有10個數據，其實我哋係咁抄係咁聽嘅時候咧係好攰嘅。即係到底你嗰個數據講出嚟，你想論證啲乜嘢呢？係嘛？你想表達嘅乜嘢呢？你講個2000幾億、6000幾億，其實到而家我都唔知個2000幾億同6000幾億個分別喺邊一度，係嘛？即係咁呢個咪就係個問題咯。即係如果你講嘅嗰個數字唔能夠令到評判 get 到你背後想代表嘅意思嘅話，咁咪即係個數字係冇意思，亦都會衍生咗大家會 challenge 晒你個數字點樣去嚟。咁所以數字唔需要多，你中嘅話呢，其實1個半個就夠㗎啦。係，即係我會覺得呢個係第一。同樣地，我會覺得反方一樣嘅。你話佢蝕緊200幾億，佢蝕嘅蝕喺邊呢？係嘛？即係咁到底點解你會覺得呢樣嘢係不能夠被改變嘅呢？係嘛？即係我會想聽多少少。如果你哋講完佢哋又回應唔到呢，咁你加好多嘅分，係啊。咁但係呢個係做唔到啦。咁所以呢度俾一個 tips 大家呢，其實你打呢條辯題呢，有一個概念你冇帶到出嚟嘅，就係 ROI 嘅嗰個角度 ，Return on Investment， 就係你嗰個回報率啊。嗱，咁嗰條 formula 點計呢？我都係一個文商人嚟嘅，所以呢，我唔會佢太深入嘅。但係簡單啲嚟講呢，就係你將你嘅總收益除翻你嘅總投資，你嘅總收益呢係一個 discounted present value， 就係將你未來嘅你可以有嘅嗰啲收益呢都計埋落去，然之後再除翻你成段期間嘅總支出。嗱，點解呢個 concept 咁緊要呢？因為你諗下，有好多係一啲前期嘅投入嚟嘅。例如我要講科創嘅話，我要設廠啦，我要設立個 system 啦。係嘛？我要可能係招聘一啲人去做研發啦，等等。呢啲係前期嘅投資，個投資一定係高嘅。咁但係咪代表我永遠後面都係一樣，每年都要投資咁多呢？唔一定噶嘛。我可能去到後面嘅時候就係我嗰個回報期啦。咁個回報期嘅時候咪就係可以你嗰個 return 除翻你嘅 investment， 咁咪會提升咯。咁你個 ROI 咪會提升咯，係嘛？咁同樣地，咁我會覺得反方嘅話，你可以 challenge 呢一樣嘢，你都可以同樣嘅 concept 嘅，就係你個 return 係冇 guarantee 噶嘛，你係浮動噶嘛。咁而你嘅 investment 呢樣嘢係實際地提出咗噶嘛，係使咗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個 return 你係唔可以 guarantee 嘅時候，佢又咁波動，咁點樣能夠成為支柱呢？點樣能夠成為核心呢？係咪？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concept，我覺得你哋雙方都可以去講咯。而最尾嘅話呢，要講下台下，因為台下嘅話呢，我會覺得有一個技巧嘅問題，尤其是反方呢，係要好小心。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呢，就係你頭嗰15秒呢，你回應嘅時候呢，一定要回應翻對面個 Q 位。到底佢問你啲咩，你直接回應翻佢。如果唔係呢，其實你避咗人哋嘅嗰個位嘅時候呢，評判就會覺得嗰邊好似問得好重，所以你就冇答到。呢個喺第2同第3條嘅台下回應呢都有呢個情況嘅。咁而第2同第3條，因為同一位同學嘅回應呢，你可以翻去睇翻片，你嘅回應方法呢其實好類近嘅，都係講緊話，因為你蝕咗200幾億啊嘛，我點樣能夠信你嘅數字呢？咁所以就會變咗就係比較 loop 啊。所以去到後面嘅時候呢，你仍然用同一個方法呢，就會好難加到分俾你，甚至乎嗰啲位我都諗緊到底俾唔俾分好呢？咁樣。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技巧問題，就係會唔會可以用其他嘅方式都可以回應到嗰樣嘢，而你可以直接去蓋棺，就係話200幾億嘅虧蝕你承認咗，亦都回應唔到啦。而其他見到呢啲嘅問題你都回應唔到嘅話，咁所以點係嘛？咁我會覺得呢個係一啲技巧問題可以注意下啦。係。咁主要嘅分析係咁多啦。唔該晒。各位評判於今日撥冗出席，現在有請賽會代表致送紀念俾幾位評判。首先有請多謝何博士，現在有朱先生。
先生，袁偉傑先生嘅紀念品將於稍後賽果嘅時間。首先係宣布今場比賽嘅最佳辯論，今場嘅最佳辯論員為正方香港科技大學嘅傑辯潘康彤同學，恭喜潘同學。就初賽至準決賽嘅最佳辯論員獎項將於總決賽暨頒獎典禮當日頒發。之後係宣布今日比賽結果。今日嘅辯科技大學反方香港樹林大學，結果係3-0，由正方香港科技大學。今日嘅比賽已經圓滿結束，多謝各位。最後有請各位評判同雙方隊員雙方隊員到台前一齊影張大合照。